大家好，我係茂哥。新一屆嘅立法會議員按規定申報利益，46歲嘅霍啟剛申報喺香港、澳門、中國內地、英國同埋法國共持有35個嘅物業，當中28個出租，7個自用。今次屬其首度全面披露物業嘅詳細數字，公布35個物業當中有30個屬於部分業權，即係同妻子郭晶晶或者其他家人共同持有。內地官媒極為欣賞霍啟剛按規定主動公開物業細節，形容係毫無保留嘅財產披露，被外界解讀為對婚姻嘅絕對忠誠，亦向公眾傳遞咗公職人員嘅透明態度。亦開始有人吹風，話霍啟剛形象正面，可問鼎特首。當然李慧瓊子唔肯過你啦。不過阿爺恩仇都記，霍英東喺中國最困難時偷運物資。雖然霍啟剛嘅政治實力唔算雄厚，但霍家喺南沙使咗咁多錢，忠誠度就唔需要懷疑嘅啦。佢後人入閘選特首，仍咪冇機會。至於特首之說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午後即同大家睇下呢位特首黑馬嘅底細。講起霍啟剛，大家定必諗起佢老婆郭晶晶同埋佢嘅家族爭產官司。貴為霍家嘅長房長孫嘅霍啟剛，孭住霍英東集團副總裁身份，平日都唔使點做啦，頂多偶然出席一啲關於體育文化嘅活動，最多同老婆郭晶晶夫妻檔接拍大陸真人 show， 例如極速前進嘅第3季，揾下外快賺下知名度啦，同老婆晒恩愛扮鬼又扮馬。據了解，霍英東嘅遺產一直由一個遺產基金管理，每個霍家嘅成員都會按月獲分一定數量嘅家用。霍啟剛每月所得並不算多，咁大家最關心霍家嘅身家究竟有幾多？究竟霍啟剛獲分多唔多？首先，大家要知道霍啟剛之前收入相當部分係食下工啊。霍英東於2006年去世，留下過百億嘅遺產。佢辭世後5年，2001年嘅12月，長房嘅三子霍震宇以霍英東遺產執行人嘅身份入稟高院，控告二哥霍震寰私吞家族資產，大約14億嘅資產及現金。同房親兄弟鬼打鬼，霍震宇要求罷免霍震寰作為遺產執行人嘅職務。入稟狀指出，霍震寰喺2008年金融海嘯期間調動家族近5200萬嘅資金到佢私人戶口。另外，霍英東同埋霍震寰持有嘅3個聯名戶口資產超過7億，資金全由霍英東投入，但霍震寰卻指資產係佢獨自擁有。2007至到08年間，霍震寰更向霍家嘅各房人展示咗4份家族安排備忘錄，要求承認佢遺產安排包括由霍震寰分配家族超過9000萬嘅珠寶同埋藝術品等。長房霍震霆拒絕簽署，霍震寰則同大哥講唔簽署就唔會分到任何遺產。據悉，霍英東分家產嘅方法非常分餅仔。爭產官司中透露，霍震寰所述後人嘅每月生活費，以一個豪門家族嚟講，算好少好少。霍英東喺香港嘅資產豐厚，佢早年以低價買入唔少地皮，例如1960年同賭王何鴻燊合作，以4.7萬購入上水古洞嘅地段，同年又以4萬蚊買入6個西貢嘅地段，呢啲地皮通通持有至今。計及早年開發嘅中環北打巷、尖沙咀民信大廈全棟同埋山頂普樂道嘅2號屋，單係上述物業已過百億。北打巷現由霍家嘅泰記龍有限公司持有，民信大廈後來以15.3億授予霍震宇同埋霍麗娜等人。霍家整個物業資產超過150億。另外，霍英東亦持有唔少股票同埋公司股份，例如信德集團、新濠國際、港交所等，現時市值數億。除咗股份同埋地皮，霍英東亦有揸黃金，包括有7000幾兩嘅黃金同埋100安士鉑金，大部分放喺中環嘅中銀大廈保險箱同埋香港貸款財務有限公司嘅保險箱裏面。現時
呢啲黃金若果冇出售，市值已超3億。若計及所有資產未分家之前嘅霍家，身家高達200億。霍英東早於50、60年代戰時偷運物資往返內地，及後發展香港嘅房地產，成為巨富。當李嘉誠仲係穿緊膠花時，霍英東已經係香港地產商嘅大佬。霍英東作為外國商人，除咗喺中港兩地投資，多時海外嘅資產數目亦相當驚人。喺增產嘅入稟狀曾透露端倪。1967年嘅2月，香港出現左派工會暴動之時，霍英東有感前途未明，將資產散落各地。據其好友陸羽茶室嘅股東盧玉良講，當時仲未被稱為愛國商人嘅霍英東，唔係一開始就咁愛國嘅，佢都有個迷惘。佢毅然離開香港，到咗英國半年，期間佢成立咗3間喺巴拿馬註冊嘅公司，分別以英國嘅地名為3間公司命名。當年每間公司資本已達100萬美金，並由長房嘅3個仔振廷、振環、振宇擔任董事。據悉3個戶口資產曾高達10億港元。而霍英東喺1978年立下遺囑，內容訂明霍家嘅後人每月獲發零用，並按生活指數由信託人即霍振環、霍振宇、霍慕勤決定作出調整。當年訂立遺囑時，為咗防止後人敗晒自己嘅家產，內容條款可謂非常之辣，令後人難以獨立發圍。遺囑寫明霍英東死後，所有太太同埋仔女都可以獲得一筆錢，不過金額相對巨額嘅遺產只係蚊比同牛比啦。遺囑中揭露霍振環可獲得一筆過3000萬，而身為長子嘅振廷同埋三子嘅振宇有2000萬。大房啲女各人可獲分300至500萬，至於二房同埋三房嘅仔，分得嘅金額較大房為少。分錢之餘，每人每月亦可獲派零用錢，派得最多嘅同樣係霍振環，每月有10萬蚊，振廷、振宇各派5萬蚊。當中屬霍英東養子，曾被揭發走私軍火嘅二房嘅仔霍文芳，分得最少，每月淨係可以攞5000蚊。遺囑寫明金額可酌情調整，假設每人按通脹計，個人最多分多10倍到啦。而家每人都係幾十萬。霍英東仲講到明，除咗遺囑列出嘅仔女同埋太太，其他孫仔孫女，例如霍啟剛、霍啟仁等新抱等，未有列入受益人之列。霍英東為免有爭拗，又講到明，如果有任何人採取法律行動，將違反呢份遺囑，自動放棄作為遺產受益人嘅權利。遺囑亦寫明，霍英東死後20年裏面唔可以分身家。霍英東於2006年10月過身，即係2026年嘅10月。理論上，霍家嘅家產有權被瓜分。霍英東除咗自己嘅身家控制點分之外，連每一房嘅仔嘅事業亦由佢嚟決定。除咗長房之外，2、3房嘅子女不得從商。相信呢個好多人知啦。由於霍英東認為次子霍振環較有商業頭腦，所以安排佢任家族公司霍興業堂有榮同埋立信嘅董事總經理，掌管家族嘅物業同埋船務碼頭等業務。而霍英東睇中嘅霍英東基金會資金來自霍英東1984年至到2002年喺澳娛分紅翻嚟嘅30多億，佢曾於1985年撥入10億，用以捐助內地教育及醫療等工作。呢方面亦由霍振環主力參與運作。根據資料，霍興業堂嘅優先股可優先獲派息，當中佔最多嘅又係霍振環，有1217股，霍振宇剛好少一股，1216股。相反，大哥霍振廷只有1000股啫。由此種種，霍振廷喺過去嘅增產案中角色輕微，而增產較多嘅則屬霍振環同埋霍振宇嘅鬥法。因此當時霍啟剛正喺度籌辦一宗婚事，就係2012年11月11號同跳水皇后郭晶晶嘅婚禮啦。由於霍振廷就未算捲入增產嘅風波，加上佢相對與世無爭，同遺產執行人嘅2位細佬霍振環、
霍震宇嘅關係較為良好，所以仍然得到阿公即係信託基金獲批過千萬喺香港同埋大陸兩地舉行霍氏嘅第三代首宗婚禮，於中港兩地擺酒。講到霍啟剛同埋郭晶晶兩人成婚，童話故事只存在於童話世界，富豪家族嘅婚禮同平凡人一樣有其計算。同郭晶晶拍拖時，有傳 34D 上圍主持成人清談節目嘅趙彤主動埋身，被拍得同霍啟剛出席菁英會嘅宴會。霍啟剛其後直斥報道失實，澄清趙彤係朋友嘅朋友。而霍啟剛同郭晶晶相戀之前公開過嘅女友只得兩個，一個係南華體育會主席盧遠森嘅女盧恬儀，另一個則係本地望族呂明才嘅後人呂慶欣。2004年嘅9月，霍啟剛籍老豆係香港奧委會主席之便，順利於郭晶晶出席香港活動中展開追求，並抱得美人歸。當時霍啟剛只係25歲，仍未修心養性，兩人拍拖7至8年，霍啟剛遲遲就未有娶郭晶晶過門嘅想法，婚期一拖再拖，直到郭晶晶去英國同埋美國讀英文課程，增值自己嚟催婚。最終霍啟剛拖無可拖，需做老襯，待女方嫁入霍家時已31歲。霍家係城中嘅名門望族，長子嫡孫結婚當然要大搞啦。霍家有錢，但就唔等於霍啟剛可以豪使。先賣個關子，轉頭再爆料。霍英東係國家重量級人物，當然香港、大陸嘅政商界都要俾面出席婚禮啦。加上娶入門嘅又係國寶郭晶晶，婚禮喺香港同埋南沙兩地舉行。據知一對準新人早就 book 咗香港嘅君悅酒店5日嘅檔期，最終就擺4日3夜。為郭晶晶任伴娘嘅係佢哋跳水好拍檔吳敏霞，霍啟山就做伴郎。政商界出席嘅有李嘉誠父子、四叔家族，包括四叔李嘉誠、徐子淇、呂志和夫婦、何超瓊、唐英年夫婦等。而郭晶晶嘅師姐伏明霞同老公梁錦松同樣出席，星光熠熠。而李嘉誠同 Victor 當晚6點10分就到達，逗留唔夠10分鐘就閃人啦。佢邊同人邊同記者揮手話：我趕住第2場，所以要走。而50年代向霍英東借40萬喺澳門投賭牌而一戰成名嘅賭王，坐住輪椅都要俾面出席啊！但當時有過千嘅晚鳥嘉賓排隊等同新人合照，賭王都冇面俾，要由四太同埋個仔尤亨陪住輪街證咁樣等合照啊！而當年同樣一齊做賭嘅同叔就出院無期，同新郎霍啟剛同屬菁英會嘅鄭志文就做代表，佢駝住7個月嘅肚，着住條香蕉黃色嘅大肚婆晚裝配平底涼鞋，同老公鋼鐵大王後人龐建貽一齊去飲。而當時有媒體曾爆料，霍家俾親家嘅禮金只有500萬嘅人民幣。而邀請晶爸晶媽嚟港出席婚禮，亦淨係安排佢哋坐經濟客位，入住1500蚊一晚嘅富豪酒店。而霍啟剛同郭晶晶自己就住55000蚊嘅君悅酒店總統套房，兩為主家席坐滿政要嘅人物，而外父外母則被調到去副主家席，同3唔識七嘅梁愛詩同埋霍震寰坐。外父外母兩個人就悶到氹路過嘅 BB 仔玩，而前任特首嘅董建華竟然有份上台致辭，反而郭晶晶嘅父母連上台講嫁女嘅心情都冇機會。而郭晶晶嘅身邊有人分享，晶晶嘅父母今次嚟香港嘅嘢全部由男家安排，佢哋去到機場先知原來要逼2con嘅。平時佢哋去旅行，郭晶晶都會買商務位俾佢哋，等佢哋舒服啲啊嘛，冇諗過個女婿咁噶嘛。但晶晶媽最介意嘅係唔可以同個女住埋同一間酒店，結婚前一晚都冇得陪住個女啊。而新娘子郭晶晶連踩3場婚宴，5套嘅婚紗晚裝不斷循環再着又再着。喺紐約買嘅婚紗前後總共着咗4次，除咗喺3場嘅婚宴上面着過，
影婚紗相亦係同一套裙，其餘嘅晚裝裙起碼着咗2次或以上。同其他豪門新抱徐子淇或者李嘉欣相比，可以場場唔同靚衫，果然大有分別啊！而郭晶晶當時所佩戴嘅名貴首飾，有部分係霍家嘅家產，戴完之後就需要還翻俾佢哋。而最令親家不滿嘅係佢原本準備上台講嫁女心情，但男家就以時間唔夠為由拒絕。最後只有老爺霍震霆可以上台講話，反而同一對新人關係唔算緊密嘅董建華有份上台致辭。其後一對新人喺南沙再舉行婚宴，而霍家就花咗百幾萬放足7分鐘嘅煙花。而相比1978年霍英東嘅長子霍震霆迎娶當時嘅港姐冠軍朱玲玲，當年霍家喺尖沙咀美麗華酒店筵開360席，擺足3日，禮金更高達400萬，400萬當年足夠買起一棟樓啊！而2006年恒基嘅二少李嘉誠迎娶徐子淇，兩人喺澳洲舉行世紀婚禮，花費7億，有傳徐子淇收咗1億嘅禮金，四叔更送上價值5000萬嘅富匯豪庭俾新抱仔，更加唔好講之後徐子淇為李家添丁。四叔開心派錢呢，就算係2008年李嘉欣下嫁中企企業許世勳個仔許晉亨，婚禮喺許家嘅石澳大宅舉行，當時有傳許李兩家曾為禮金鬧不和，最終許家妥協俾出1億禮金。顯然霍家嘅500萬人民幣禮金相對精打細算啊！霍家有過百億嘅身家，唔等於霍啟剛有10億嘅身家。霍家嘅家族成員先後於2012年同2022年喺爭產案上達成和解。當然啦，2026年10月之後，霍家嘅家產有權再被瓜分，到時又睇下個勢會唔會喺霍啟剛嘅身上呢？不過政治一日都嫌長，霍啟剛公開35物業等於鋪路選特首。聽住先啦，好多物業都係同人孖住嘅啫。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記得 comment、like 同埋 share 啦。仲有，若果想大力支持我哋，可以 super fans。多謝咁多位，尤其係會員嘅支持。